台中五车区公所伫顶溪寮公园举办亲子嘉年华活动，虽然落雨，也是有真侪家长带着囡仔来参加，现场真热闹。囡仔伫咧乐园内底走跳，生个真欢喜。边个会配表演，再抱一粒一粒伫咧空中点飞，炒热现场的气氛。我就想玩充气气球了，还有旋转溜滑梯。五车区公所虽然说真侪年，选伫顶溪寮公园举办57基本贵的亲子活动，舞台区佮规划奇幻的魔术表演、儿童戏剧，请真侪家长带囡仔来接耍。倒算当着落雨天，大家的笑嘛是压袂花。会使讲一年比一年更加老年，全部的孩子都来到这边啦。你看看很多有好玩的，又有很多的益智的活动。现场个安排抽奖活动，奖品有电视、平板电脑含脚踏车。公司嘛讲，希望能透过亲子活动举办，让大人囡仔让咱留下难忘回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